由中環街市搭半山扶手電梯去樓盤都係12分鐘。而呢一個咧就係Casa One by V嘅外形啦。衛城道1號Casa One by V咧，其實佢旁邊咧就係孫中山嘅紀念館喎。呢度係古蹟嚟㗎。坐車去香港大學都係7分鐘車程。衛城道嘅入口大堂，同你哋介紹呢個衛城道1號嘅Casa One by V，而我哋睇呢個咧就係29、31樓連天台嘅複式單位。呢度嘅室內面積咧實用758尺，而天台嘅面積咧就有338尺。由大門口入到嚟咧，就經過呢個方正嘅客飯廳，而呢度咧有一幅接近落地嘅玻璃景觀咧，望出去都非常開揚，亦都望到部分嘅維多利亞港景觀。客廳嘅位置旁邊咧，亦都有一組電視櫃同埋儲物櫃，而前面呢個位咧就係飯廳嘅位置啦。旁邊咧有一個開放式嘅廚房，有電爐同埋微波爐、洗手星盤。好，咁我哋入去睇下啲房間先。呢個咧就係第一個房間，亦都係望翻維多利亞港方向。而呢個開放式嘅廚房咧，所有嘅電器都係名牌 Miele 嘅產品。房間嘅旁邊咧有一個浴室，採取咗浴缸嘅設計。我哋而家喺30樓嘅樓層，落一層29樓咧就係呢個單位嘅複式睡房啦。而呢一層咧就係全層嘅主人套房。呢邊望出去維多利亞港嘅景觀，亦都望到煙花景喎。而呢度咧擺咗一張 king size 嘅雙人床，3邊落地。右手邊咧亦都有一組嘅大衣櫃。主人房嘅浴室鋪砌咗大量嘅雲石，採取咗浴缸設計，雙星盤。飯廳嘅旁邊咧有一條室內嘅樓梯，直通上天台。呢個私人嘅天台咧，業主已經準備咗太陽遮同太陽椅。而呢個景觀咧，就望翻維多利亞港同中環一帶，視線非常之開揚啊！而呢個私家天台喺中環嘅半山都算係非常之罕有。景色一覽無遺啊！呢個就係每層 lift 大堂，跟住咧就帶大家睇下呢個29樓嘅 E， 實用面積咧只有402尺，亦都間到一房㗎。呢邊咧就係客飯廳嘅位置啦，有一組好大嘅玻璃窗，採光率非常之好喎。而呢邊咧主要都係望翻開揚嘅樓景啦。呢個402尺嘅開放式單位，亦都間到一廳一房。呢個位置咧就係開放式嘅廚房啦，亦都係用上 Miele 嘅產品。喺客飯廳旁邊咧，呢度咧就係睡房嘅位置，有一隻弧形接近落地嘅玻璃窗 ，king size 嘅大床3邊落地，而旁邊咧就係佢嘅雲石浴室啦。呢度咧採取咗浴缸嘅設計，亦都有一隻大窗。個睡房嘅位置咧，旁邊亦都有2組好大型嘅衣櫃，而呢個位置咧，亦都有一個露台、微波爐、電磁爐、雪櫃、洗衣機一應俱全啊，都係 Miele 嘅產品。呢個開揚嘅樓景咧，下低嘅位置咧就係孫中山嘅金堂第，屬於歷史嘅建築。
跟住帶大家睇呢間呢，就係20樓 C 434尺嘅一房單位啦。首先呢個呢，就係飯廳嘅位置，擺咗一張梳化床，出邊呢，有一個落地玻璃窗同埋露台。呢邊呢，主要都係望翻樓景。而呢個客飯廳呢，都幾寬闊喎。客廳呢邊呢，就係飯廳嘅位置，採取咗開放式廚房嘅設計。跟住呢，入去呢個睡房，有一張 king size 嘅大床，而旁邊呢，有一張寫字台同埋一個入牆嘅衣櫃。浴室嘅位置採取咗浴缸嘅設計，有大量嘅雲石，感覺好高貴喎。而呢個開放式廚房用嘅電器都係 mini 嘅產品，雪櫃、洗衣機、煮食爐同埋微波爐。呢個就係6樓 B 室，685尺，連埋個露台咧就160尺嘅。呢個客飯廳呢，四四正正，連住一個落地玻璃，對住自己嘅私家平台。呢個平台呢，面積有成160尺。呢個160尺嘅私家平台，地下呢一層呢，左手邊一個睡房，擺咗一張雙人床，有一個落地玻璃景觀呢，部分就望翻自己嘅私家花園。旁邊呢個雲石嘅浴室呢，採取咗浴缸嘅設計，有一隻大窗。底下呢層嘅客飯廳旁邊呢個位置呢，亦都可以做一個 store room 喎，儲物量都幾足夠啊。跟住呢，我哋就上去上層睇下呢個主人房。上層呢間主人套房擺咗一張雙人大床，3邊落地。而床嘅旁邊兩邊呢，仲有2組衣櫃喎。而呢個主人套房呢，採取咗浴缸嘅設計，有一隻大窗。呢個位置呢，就係3樓嘅會所啦，出邊呢，就係會所嘅泳池。長度都幾闊喎，應該游水都冇問題啦。呢個會所嘅泳池呢，都幾有 resort 嘅感覺喎。旁邊中間呢，仲有一個按摩池。跟住呢，我哋參觀下個宴會廳。相信喺度招呼親朋好友啊，都好方便。喺呢邊談天說地，唱下卡拉 OK， 跟住呢，就過嚟呢邊食飯啦。而外邊呢，仲有一個平台喎。健身室嘅位置，呢邊呢，就係衛城道嘅出口。呢個位置呢，就係 lobby 嘅位置，好似5星級 resort 嘅 reception 咁啊！